各位文友大家好，我是田如杰。我即马要来朗读吴中祥老师的《泛野河的奇航》。这本册即马伫个网络非常的时行，非常的兴。即马由我来朗读第105页，第4章时间的曲折，第16节。想起来，迄时关系我的子龙红仔仙的事件，到底是啥物人共总书记讲的？自细汉，这个问题一直藏伫我的心肝头。敢有可能是土龙家己讲的？这毋是无可能。毋过，因是安怎讲的？我想无，也是总书记家己派人探听的。这较有可能。我有几个同学讲过，就算因无条直放送，只要简单问一下，嘛就会知影。搁再讲，本地嘛无人认为甲土龙交换物件有啥物毋对的。就算对中秋开始的迄场战争真激烈，互土龙因升做基地头号的敌人，即种交换佚佗物仔的代志，嘛无人会想讲是一种需要暗砍的错误。想来想去，我的代志必定是互人伫无意中泄露出去的。我捌想过，迄个报马仔敢有可能是高中仔郭武忠？有一天沿暗，我迄个市中兼换店的同学郭武忠来找我，伊讲新隆大地头前的戏棚骹，迄搭咧抽红仔仙的搁来啊，招我去。新隆大地伫阮旧厝后壁的巷仔，对古迹边挖入去有一块空地，是因庙埕。其实嘛毋啥物庙，就是防晒伫一个亲情因兜的私人坛。阮到位时，其实歌仔戏已经搬一半，社头的人有袂少人举医疗，读一领长短的衫，坐伫遐看戏。尤其足侪查某囡仔伫遐看。戏棚骹行烟墙的甲行流鱼馆的人，边仔上侪人。嘛有一搭用烘炉咧煮碰糖的，搁有一搭咧互人下玻璃珠仔兼抽佚佗物仔。高中仔讲著是即搭，毋过伊遐的红仔仙拢声我袂流烂，上大仙的才100仙，嘛拢是古色的，毋是普通的红的，就是青的。红仔嘛无啥物特别，我一看就野。迄仙体容袂歹，高中仔讲。我讲要抽你家己抽，所以我留伊伫遐，家己对戏棚骹软出来。我问边仔乌巴桑，即马伫咧搬倒一厝？伊共我讲，单山5娘，迄是一出爱情出啊。较早我看过，感觉真无聊。毋过即回敢若会使看哦。比如小生单衫担一个担行出来，讲无要紧无要紧，毋知内底知毋知？我是泉州无要紧客，娘仔若要无要紧请出来。煞咧小段5娘就交代查某囝摕镜互伊磨，想袂到单衫为着要接近5娘，超故意共5娘的宝镜拍破，通留伫5娘的身边做长工。
这戏自头就是女性主动追求爱情的故事。拄则迄个乌仔送看甲迷醒去，看到遮，我头对隔壁的另外一个阿送讲：都怪人咧讲，嫁猪嫁狗不如甲单衫走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另外迄个阿送因讲，我看是你家己咧阿晓咧。我当咧感觉爱笑的时，雄雄感觉有人对后壁共我的手骨刻一下。我叫是高中仔活来，结果毋是，有一个我面熟的囡仔屁来伫我的面前，摕一张字条互我，了后我咧旋对古井边的巷仔口出去。字条顶悬写：马上来基地，机密。